观众朋友大平安，老师好，嗯嗯，丽丽，搁看到你啊，真欢喜，多谢今仔日咱搁请到做有经验的导游哦，来甲咱介绍今仔日咱看咱的后壁拢是啥物木头做的对无？都是木做的，木哦，做的教堂，木做的这是教堂。欧洲较有的。哦，欧洲较有诶哦，咱若来遮吼，一定爱记去遮看。其实若无老师因讲吼，我是毋捌去过啦吼。因为伫首都，你伫首都敢有这木木木这个类做诶？型的比较少，就是我们中部之后才有，哦，对现在对对，都还有5、6座。所以逐个来斯洛伐克诶人吼，拢是伫首都踅踅，一工就拜拜啊，对无？你若有闲诶人，欢迎你会当留落来较济工哦，而且阮遮有做者毋但是教堂，阁有做者城堡吼，真水诶，会当去看，咱会当看这其实是做水诶吼。所以咱今仔要去两个所在，一个叫做你讲者，一个叫做它的这边的名字，这名叫做 Keshmalo，来另外一个叫做叫做雷波卡。雷波恰，咱念下话。今仔个爱来考试诶吼，等下看观众朋友会晓念下话。咱是一偌远呢？会记哩无？这是咱诶首都对无？巴提斯拉法吼，为首都起来到顶悬，爱开车爱3点半钟以上诶吼，这是交通较好诶状况吼，无可能爱开4点钟才当到迄个所在吼。坐火车搁较久对无？坐火车可能爱5点钟对无？不是啊，差不多4点钟，爱坐到波兰，就是左下角那个城市。嘿，好。其实这个嘿，因为 Keshmalo 是进入因的高塔特拉山区的一个下面的小城市，入面叫做水的。好，哦，对，这就是塔特拉山的附近啊，吼。内底若要坐火车，会当爱坐到波普啊，爱搁去转车，是安尼。这真正是，所以为虾米主持人搞即文拢还未去过？在后一摆安尼，恁想要讲的是即个木地的，这是这木做的吼，木做的教堂。做嘿。因为咱前有介绍嘛，伊是受足济无公平的待遇啦，就是讲，天主教因会当安怎去礼拜堂拢会使啊。为什么伊用木头来做？就是讲规定因袂使用砖啊，用阿门头拢袂使，敢若用房啊，佫袂使用顶啊。佫你个门袂当对大路，有足济威胁啦。但是所有的会议拢足建心，就是讲因的信仰拢真好。咱对即个伫一边啊，即个牌啊来看两段圣经就知影。对，你看即个牌仔顶悬吼，伊其实有讲着2个圣经节两段圣经，就会当讲代表即间教会的中心的思想，甲因的信仰的神学。伊所书2章8节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神。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就讲，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就讲咱得到救，咱信仰所得到救，毋是讲你做足侪好事啦，足侪安怎你家己安怎，也是讲你刻苦家己啊，毋是安尼是因为你信就得到啊，是干那遐尼简单，也毋是出自你本身。就讲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呢？毋是因为你足牛你足聪明，乃是上帝叫你信的，就是迄个意思啦。是上帝赏赐你有一款的恩典福气，有时咱叫做福音啦吼。第一段圣经其实这恁应该爱知影一段小小圣经内底的故事。第撒玛利亚用一块石徛伫米斯巴甲神的中间，叫伊的名叫以便以谢。
讲到这碟耶和华帮咱咱，什么对话叫一遍一下？就是讲耶和华到今仔日拢帮咱咱，为什么会安尼讲？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啊，因为生活富裕嘛，啊，着拢放纵，啊，着去信其他的宗教，就是迦南地一寡巴利啦，还是讲亚斯他路啦，就是寡就无共款的宗教啊，甲耶和华放袂记咧，啊，结果耶和华就离开因，无帮助因，啊，个非利士人爬起来，哇！非利士人做啊小战的，啊，拢来，就是讲拢来欺负以色列人。啊，后来一个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出来，伊甲因讲：恁爱甲所有的偶像点咧角，无搁拜偶像，专心来跟对耶和华。那安尼，上帝会当搁倒转来恁的中间。啊，因就讲好，我要安尼做，啊，伊就甲撒母耳呢，即个先知就甲因组织伫米斯巴的所在祈祷。当咧祈祷的时讲，哇啊，什么敌人过来啊，就出惊啊，所有的百姓就叫撒母耳较紧个祈祷。啊，因就伫遐祈祷，结果上帝出手，伫敌人来的时阵。但圣经记载有雷声、足大声，会讲单雷啦，单雷足大，啊，结果所有的非利士人就惊甲走，啊走，以色列人就对后壁对，结果迄日就甲因拍死了，并且完全得胜，所以因就脱离非利士人的控制。所以撒母耳为了要纪念这件代志，就用石头啊顶悬刻字。佢讲一遍一下，意思来讲，到今仔日上帝拢帮咱咱。以上，咱知影讲即间教会就是安怎因的神学信仰就讲因的神学就是安怎来思想的，安怎来讲的，安怎来信耶稣的，人甲上帝的关系才表明。对，就是毋是讲你一定爱去做啥物好代志，你无帮助偌济人，捐偌济钱吼，安尼你才会当来信耶稣，这是新教的人，因就无共款，因为进前天主教可能爱去忏悔，啊来爱去爱赦罪券啦，有一款叫赦罪券，赎罪券，爱用钱来买吼。安尼你就会当，之前我搁听我的朋友，毋知你有听过嘛？伊个天主教伫遮的朋友，伊甲我讲，因拜五吼，爱连续去教会12摆，啊来你就会当摕着一个啥物罐吼，啊迄个罐就是讲，你若过身的时，你去上帝遐的时吼，你若有啥物罪吼，啊你有迄个罐，你就会当免罪，会当去第二站的天安尼。我毋知我敢有讲毋对啊，反正就是天主教的朋友甲我讲，毋知你有听过无？我毋知呢，我冇听过。毋知吼，捌听过，真趣味吼。所以伊讲伊逐礼拜五拢会当，拢会去教会弥撒一个安尼。好，咱今仔要介绍即个教堂内面吼，足水诶。伊著名诶是伊诶主祭坛吼。我是看到诶是即个条啊。我第起先看即个教堂，感觉即个条啊真特别。咱想迄个什物麻花卷对无？台湾的麻花卷哦，啥物鸡啊？蒜蓉鸡啊，小琉球叫做麻花卷。哦，蒜蓉鸡啊，对无？有食过无吼？但是这毋是重点。你看为后壁翕过吼，头起先第一张这是。较远诶吼，啊来若去较头前诶遮，吼，遮听讲，你哋讲遮是一个17年对吧？就在17，在17年迄阵个开始使用啦。即个教堂拢是木造诶，75工个迄个负责主要建造的迄个人是当地的建筑师对吧？足紧就甲伊起好啊。75工就起好啊。这真正无简单，我感觉
无啥会当相信吼。而且你讲即个教堂的设计是一个设计家，就是伊是十字形的，就是安尼加号，迄个十字是上下等长，毋是讲安尼十字架即马看起来是上下比较长的，嘿，所以伊靠一个方正的形状安尼。也是对顶管看落来。为空中看落来是即个教堂是一个设计的，你若看咱遮的即个教堂诶，弄一个地基图嘛，伊拢会甲你介绍讲你诶教堂诶主祭坛是一堆，嘿，啊伊边仔诶迄种侧边的迄种祭坛是个配置图，你若看配置图，这是一个十字架型的，啊，你若大部分拢是长形的啦。就是讲，毋是讲，毋是讲干那一个教堂尔，伊边仔佫有门，啊，佫有啥物，佫有起的另外起的侧钟楼对无？你讲的，这袂当有钟楼，伊袂当，这新教迄阵的。新教袂使有钟楼迄阵18世纪、17世纪啊，1681年之后的。是袂当有诶，一直要到差不多，应该是西西公主因迄个，好，到西西公主迄阵后壁开始。我是讲对，拍点应该是迄个约瑟夫2世玛利亚特蕾莎因囝，嘿，1780年之后，嘿，迄阵可以当较开放啊，可以宗教宽容，大家拢是平等的宗教。迄阵就开始会当做，我第一摆听到呢，因为吼，最近去维也纳，也不是听到玛利亚特蕾莎，原来伊跟这嘛有一点仔关系的。因囝执政10年。因囝执政的是开放讲会当凊彩去。对。无干。钟楼迄阵可以当啊，大家每一个宗教拢是平等的。对，是，所以你来天主教较重要，较重要，伊嘛是官方的迄个宗教，对啊。官方承认的宗教的。迄阵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在大放光明，所以大家国家都想要像哈布斯堡，伊是过来国家联合起来嘛，小弟啊，那个匈牙利、湾加啊，还有捷克迄阵嘛是啊，对啊，大家所在拢想要独立啊，所以伊个甲当地的政府迄种小国，系啊，安尼谈条件啊，嘿。是，所以来到遮奥地利特别是奥地利的是，你一定会听到哈布斯堡王朝，来玛利亚特蕾莎，来西西公主，这几个名一定爱家记的。西西公主因先生嘛介重要，因为迄阵足侪贵族起义，尤其阮匈牙利这边一个。迄阵有个政令讲，以前被驱逐的贵族，大部分拢是甲土耳其迄边联合来对抗哈布斯堡嘛。到因先生的时阵，个取消讲以前那个被驱逐流亡那些王公贵族，到那个投降，就是屈服那个土耳其边，拢会当回来啊。所以迄个时阵20世纪初吧，足侪以前的叛军的陵墓，因的后代啊，贵族的后代，佮甲因的。祖先甲伊的尸体啊，讲运回来，就是来家，对，倒来埋葬，大部分是教堂内底啊，是较重要的一件贵族。所以伊因翁啊，玛利亚，毋是西西公主因翁，法朗兹约瑟夫对，伊是一个做疼人的人啊，吼，你来遮就会当了解伊啊，安尼。咱即个教堂的顶悬吼，这是即个主祭坛的上顶悬对无？咱伫欧洲吼，定定会看到这叫做黑死病的纪念柱顶悬拢有这吼，因为拢会讲什么三位一体吼，就是有即个光吼，你会当看到一个纪念柱的顶悬拢有这光，代表是伫天堂对无？有圣婴、圣灵、圣子嘛，三位。就是3位吼，你会当看到足侪条啊，拢会纪念耶稣啊、上帝啊、信息安尼。所以这是主祭坛是足水的，但是因为阮老师讲迄天落雨，而且这个教堂袂当互人翕相，所以敢迄2张就较紧走吼。无伊上有名的是因为
管风琴，听你哩讲有顶悬有足水的雕刻对吧？会到雕刻，他平常诶是无啦，无这个彩绘雕刻，可是当地的创作家做的。哦，是，所以来遮一定去看伊的管风琴足水的彩绘雕刻。这是需要有开放的时间呐，毋讲你爱对。爱预约的对啊，有一个时间，你袂使袂使凊彩入去。来这就是另外一个吼，嘛是福音教堂新教的吼。伫拄仔隔壁，安尼这图看袂出，讲即两个活足近的。其实是伫隔壁。新教。好。迄阵嘛是因为迄个摊拄仔迄间木质教堂较，伊的人袂让容纳较侪人啊，需要较大的教堂。甲跟街边即个，毋过摊拄仔迄木质教堂，即马嘛说阁有仪式在进行，就是平常嘛是礼拜。本来即个城会当去一间教堂，后来因为人伤济，所以因阵阁去另外一间。毋讲后来到即个时间，因无较严的规定啦。就是到这已经是18、19世纪啊。就是以前迄个法兰西，应该足久啊，因为1780年以后就是比较。就较开放啊，所以就搁去另外一间教堂啊，嘛是福音的教堂，这就是因的内面，可能拢袂使翕什么相，所以老师去是嘛是落雨无好翕，老师讲相机摕出来就淡去啊，所以袂当翕。所以咱会当后一摆有机会咱搁去遐翕。所以咱这搁要来去另外一个城叫做雷巴恰，这个城听讲是最重要的，较重要的。为什么？以前是这个中世纪的时阵啊，这个是一个关口，贸易经商的关口。这一直位北边嘛，北边你一直行去北边，这个贸易路线会通到波罗的海，位南部。会去到迄个威尼斯，阁是这是一个重要的交易入口，对吧？所以这个城市内底有一个广场，广场边啊，做迄种，就是比较大、很漂亮的房子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去迄阵咧做生意的时人的机会，经商的关口。遮嘛有城市权啊，中世纪就是市场权，你可以会当伫遮交易。对，当你的手工艺品用当底下买卖交易，对啊。所以迄阵的人拢是教堂做基础来，伫边啊都有一寡卖物件的吼，做咧摆料爱食饭，对吧？所以就较济人伫遮，这嘛足水的吼。这个就是雷巴恰这个所在的。里面上重要的教堂，这是天主教。第13世纪个慢慢形成啊，讲一直要到15世纪、16世纪，它比较正式这个教堂的这样外观这样。这已经是700几档的呢，吼。看13、14纪、14应该500多年有了，500-600。600档的，你这做成哥德式的，因为有尖尖。对。这间礼拜堂就是落雨的时翕的。即摆着看有出咧落雨，其实后边迄个毋是教堂的钟楼，迄是迄个旧市政厅的钟楼。这个是市政厅毋是教堂的，教堂其实头前这个。对，头前这个。安尼就嘛是弄做水的吼，拄好翕的角度，翕起来就是教堂的吼。这个教堂内有名的嘛是内面的这个。这个主祭坛木质的主祭坛，是。这个主祭坛是因讲这是中世纪，就是最高，它有18.6米高，从下面到上面，对啊。当时是有一个那个雕刻家他们叫做Master Pavel， 就是保罗大师 ，Master 就是技艺很高超的工匠啊，对。那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很有名除了这个主祭坛之外，它还有其他很多的雕刻作品。然后在这一个教堂的隔壁的明塞
以前大的所在，搁有即摆变成一个博物馆，拢介绍伊内底作品，对吧？所以即个大师甲即个城市是连做伙的。哦，这个大师做名的吼，保罗大师，也是叫做保罗啦吼。这是你看咱这是为迄个祭坛的顶管哦，安尼甲伊翕出来吼，比远远看是金的呢，近看都有色呢吼。因为伊有甲伊镀金，就是伊后来处理也处理有上面有那种金，就是那种涂层金的涂层。因为祭坛吼，老师祭坛叫做祭坛，这段，对。因为这段吼，顶悬拢是有一个红仔图，拢会足济吼，刻足济红仔图足水的吼。中间这是圣母玛利亚甲耶稣嘛，左边那是圣约翰，然后右边迄边那是这个主保圣人詹姆斯，就是亚库。对。所以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库。对。你应该有讲雅库是啥物意思？就是詹姆斯嘛 ，James 就是雅库。好，就是两个书道啦吼。书道。是，来伊的下骹吼，下骹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全世界吼，足侪所在拢有诶，但是伊是用刻的哦。真正拢是画对无？最后晚餐，伊刻啊真特别。因为通常咱看到迄画拢是什么正面，就是有面的，伊这是有后壁的呢，吼，就是会看到较正兄的死的人，吼。来，即个图听讲有一个故事，是一个保罗，伊家雕刻家即个吼，其中有一个是伊，观众朋友，你找有无？倒一张是伊？人讲是左边这倒边，面向暗诶。一个吗？中黑。第一点无啊？第一点无，一个看起来较清楚诶，一个是伊家己用。人在用是伊啊。用伊家己诶像什么诶形象吼，会刻出来诶啦吼。该刻家己。刻家己安尼。讲出侪因诶大师在画红啊，在画图啊，是做雕刻拢有家己诶家己放伫放入内底。对，足侪。我之前看到有啥物图吼，顶悬嘛是为着要甲伊家己放入去，所以个另外个加画一个啥物物件吼，遮嘛足侪即种诶，足趣味吼。李斯洛伐克来听讲教堂诶后壁吼，其实教堂后壁足侪所在拢有椅啊吼，你看足侪教堂伊拢有特别诶椅啊。听讲这是重要诶人，像老师安尼会当去坐遐对无？老师。袂当爱捐钱吧？爱捐钱哦。对，听讲这是一个故事啊，毋是故事，是一个迄前诶，你是讲进前诶教堂无钱诶时，因就会卖即个位对无？是摊拄仔迄间克什马洛克迄边诶教堂嘛，摊拄仔红色诶迄间新诶福音教堂。伊迄阵要去诶时阵，经费有问题啊，对。后来内底教师想一个办法，就是卖椅啊，就是当捐钱嘿，捐钱较侪，就讲即个位就特别留互伊安尼嘿。所以你看座位表，即个椅啊后壁吼，迄什物？逐个椅啊拢无共诶图呢。因为家族诶图。这是因家族诶图，所以一个家族会当派一个代表来坐遮，安尼，无就是用钱买安尼。但是毋是讲即间教会，也是讲以前可能有一个有安尼诶代志。你若有钱，你就会当买一个迄个吼。所以这是天主教诶，神教诶，是因为无钱。
无钱开买。来教堂边啊，咱会当看到，我伫意大利嘛看到足侪即种吼，就是教堂诶迄种什么。湿壁画拢是足够在。壁画台语咩讲？湿壁画就是讲国语就好啊，淡诶壁画啊。哦，是淡诶壁画。淡诶壁画。为什么是淡诶壁画？我想讲这是石头刻诶，所以伊是真正画，毋是用刻。画伫迄个壁顶悬啊，壁顶悬。啊，伊这内底是讲七个好代志，跟7个歹代志，有最恶诶代志啊。伊主题是安尼。所以爱甲人讲，因为迄个以前诶人较看无理解较济吼，所以伊爱甲人用话讲啊，你袂使做啥，会使做啥安尼，甲信徒，就是甲信徒，要讲清楚因诶教义诶事，对无？就爱用即个方法吼。这是13、14纪迄阵啊，14世纪啊，对。所以介珍贵啊，几啊百年啊。是几啊百年，所以较无清楚啊啦吼。好，来即个就是伫才阁有足侪，因为无清楚吼，咱有机会较去看。这就是另外一个教堂，是福音教堂。你看伊这起了就较朴素，较无迄古典主义，较拢有对称啊，基本。伊这是1823年，1823年，差不多1837年15年中起诶，嘛是在地建筑师做诶啦。伊较无共诶，伊嘛是一个希腊正十字的一种地基，所以较完整，较方整。其实位置啊看起来，当想象者对吧？吼，咱若飞去到空中，像顶礼拜坐飞机飞去到空中，会当看到是一个一个形吼。边关有一个拱顶，有一个圆形。是诶。啊来，这其实毋是教堂，伊是一个贵族。贵族诶厝，伫迄个拉法切即个所在，雷巴桥。雷巴桥，雷巴桥。即个贵族以前诶位嘛是官宦人家啦，嘛是像迄个宰相安尼，皇帝诶下骹诶一个，甲伊建议啊，国家政策迄种制定诶迄种贵族。啊，即个家族足有钱诶，因以前。伫阮即个所在，就上匈牙利即个地区是这采矿，这挖采矿要哪讲？挖什么？挖什么？老师？挖炭还是挖矿？挖矿哦，伊是铜啊，迄个铜矿。挖铜矿挖铜。啊，有铁矿，铁矿是阮遮诶南部，银矿是阮遮诶中部。是安尼。伊甲即个家族足侪，即阮即个所在足侪地产诶。伊以前因为迄种矿物诶交易买卖，佮甲以前诶德国迄边诶银行家族是有联合诶，对啊，有做伙做生意诶，甲伊做成世界买卖的那一种。那种经营，对啊，所以伊伫阮遮有一个城市叫班斯卡比兹利查，这一个城市，有一个博物馆在介绍图尔索家族甲即个德国的银行家族，伊以前安怎来合作来开采这附近的矿产。对啊，你看有钱人的厝会当做搞工的啦吼。就真水啊！这其实这嘛是有钱人，但是是市政厅。这个市政厅，毋过伊这个市政厅，很多讲啊，在1550年的时候，16世纪的时候，这个城市整个几乎都烧了很多了。后来才去
重启，一直到这20世纪甲整修成像即摆文艺复兴式，还有足侪回廊啊，顶广告三形墙啊，这足侪伫捷克的南部的城市拢有看到即种的建筑。哦，是，咱对，后一摆有闲，咱来去捷克去教堂哦。好，今仔日真欢喜，丽丽甲咱介绍哦，足侪两个城，今仔已经行过足侪城吼，即几届吼，真多谢丽丽，伊用足侪时间哦，甲咱准备遮历史的背景资料，讲足侪吼。其实可能有啥无要紧，佮转去看以前讲过哦，看到遮爱家己饲一个赞对无？因为咱拢是有福气的人，拄则老师讲的，即个福音派伊的宗旨，就是毋是因为你做啥物吼，还是捐偌济钱，你无买着教堂的椅仔嘛，不要紧对无？老师，就是讲，你毋免信就要得到，是，你毋免去做遮个代志吼，上帝是听你的哦，听每一个人，而且伊足愿意你转来伊的教会，所以后来教会开放了后，即门教会拢开放吼，欢迎你会当到附近的教堂去看去遐感受一下，教堂吼，上帝听你的即个氛围对无？会当安尼讲吼。好，即阵咱的时间已经无啥共哦，今仔日吼拄好，今日咱新录的啦吼，所以就是讲，即阵你看到的是昨昏开始，阮遮的时间已经通台湾搁加差1点钟，所以是欧洲时间2:10，台湾嘛是共款8:10，泰国7:10吼。后礼拜阁继续看咱伫空中讲故事，今仔日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老师，多谢弟弟，多谢，大家平安。最后爱阁讲阿好伊，是吗？好，谢谢你啊。